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部地区限水的措施。真侪民众拢会到加水站来买水。中华有一间加水站，伫各地总共有29个据点，号称是玻璃的山泉水。但是煞互警方来发现讲，这个业者所卖其实是中华的地下的井仔水。实际到这个查封的加水站，会当看到这个设备是非常的简单。这加水的机器甲储水的水管是乌过垃圾，面顶来打着玻璃山泉水甲合格加水站的标语。但是检警讲，这个负责人只是伫中华来抽地下井仔水，过滤了后，就假做是山泉水，以每20粒10块银来卖出，而且其中有一口井啊，佫是私底下落挖，无经过申请。啊，这业者已经卖出着12000多吨的水，不法的所得超过600万。